相助，爱要用全部的诚心来相赞自己生命。爱嘅神啊，要相赞相助，唔好唔記得佢一切嘅恩典，佢赦免愛所有嘅罪孽，佢醫好愛一切嘅病痛，佢叫愛脫離死亡，佢用慈愛留人們做愛嘅名。今年灵修的时间，中央也在走神，跟宣布以前，特别加强给走神的一方面的时间，人家俺呢最先就谈圣经，用谈呢来民主欲中咯，介绍唔係嘅那邊講。讀經記，讀經記咯，讀經記，嘅好落法嘅，因為我們祖母嘛好嘅，所以我睇到佢介紹嘅本套讀經記，用好落法講咧，我就非常歡喜，所以我都所有金錢，首先最先最後，就係安撫的，會所有金錢。這個已經嘅動作最後，嚟就談讀經嘅，係讀經記所讀嘅。就算後來我最大可能也係重要，就是打開讀經記，再談一章到兩章嘅聖經。我按不掉，會談較多啦。按你們是相關，我學牧師按。係偏食，按部條談青島，有時談北莊，有時話談九莊。其實談北同大家講，係衰退的，係衰退的，很多衰退的。像有時阿發的佢哋談到那一年，再你傾過來，就容易下復讀北莊嘅。佢在一種嘅途徑記村落，可以北。可以啲大把啲，所以都啲打多分。那現在讀嘅是係就 Q 藥，係咪讀嘅啦？嗬，係咪安開？
不过呢，我哋想好起了，马上去做事，也係馬上去做慢事情嘅喎，咩？教育，我哋上面寫咗以後，教育我再嚟學，也將來英語嘅動作，一篇菜藝書法，我按腳出來。最少差不多有15分鐘到半點鐘，就得舒服。再用碰鏡，我就不看拿碰鏡可拍了，沒按時，就用碰鏡一看，練習的書。上天空下是天意，天涯呀，书中天哪里？天父上帝的同享，圣灵的感通，让你的众人同在，为亚斯凯出不远见。阿门。